想把本地的文化跟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阅读内容，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它能给我带来的全是那种很积极的向上的感觉。拉萨的滑板的话，从无到有的一个感觉吧。09那会儿玩滑板的5根手指头能数出来。玩的人越来越多嘛，那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Welcome to the Lhasa 。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八廓街里面，这条街算是我们以前刚开始滑板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也就4、5岁那会儿，看到就有人在玩滑板，然后我一下就爱上这个。我们当时可能就不是踩上去做一些动作那种的，我们全是那种趴着哇往死里滑，就会跳一下，就会做一个小小的奥利。那时候名字都不知道叫奥利，但我都还会跳一下。29岁的霍夫曼是一名小学英语老师，也是拉萨最早玩滑板的之一。10年到差不多17年，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那边滑。因为那个场地就是有那种很完美的台子、台阶。有人说啊，玩滑板的全是那种坏小子呀，就那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真的，街头的文化。你要是真正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它，你学习它，然后你就成为一个 pro skater 职业滑手了。我们经常就是聚在那个滑板店，就特巴的滑板店里面。这是拉萨唯一的一家滑板店兼滑手们的聚集地。主理人特巴是最有名的西藏滑手之一。在拉萨，各种滑板相关活动的组织人都是特巴。霍夫曼和特巴都见证了拉萨滑板圈的发展。我今年30，滑板11年吧，差不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滑板日都是全世界滑手共同庆祝的大日子。从2017年开始，拉萨站活动就是特巴负责。每年都会换一些趣味的游戏什么的，都挺开心的。肯定技术会越来越好呀。特巴担任了今年主海报的设计师。主题是 skate together 什么的，然后就多画一些人物什么的，还有外星人什么的过来滑板什么的。我其实也不是专业学画画的，就是还是在玩儿。滑板活动不是说，就更多是在玩儿，所以就像你在做一个，我们大家要不要去过一个零卡那种，对。
然后可能越来越丰盛了，对吧？在拉萨滑板圈，年轻滑手很多，特巴时常会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点。他给我送的礼物，让我滑得快一点的。他说这个是9块钱。9块9毛钱。多少的？没问题，260。如今开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特巴，最开始却曾经有过来自父母的压力。不考公务员的话不行吧？他们说的话，但是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上班吧。后面看着我做的东西，他们就慢慢改观呀，没准以后会做到很好啊，对吧？但我们没在想那个结局，我们更多的可能在看过程吧。我们觉得过程都是挺好的吧，对。特巴有许多与滑板相关的设计都在圈里赫赫有名，常常有很多外地滑手慕名到特巴的店里。不是你下午去滑吗？对，我下午去。去哪？铜牛应该也有人吧？今天有人。那我也去。我们几个去但室内那边。你是广东吗？对，广东印州过来。前天认识的朋友，他跟我说了，就今年的滑板日活动那个绘画是你画的。就是咱做了一个室内的场地。那也是你们看过，就是看他们能做成什么样子。我也是做滑板店的，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去打卡一下。这个滑板还很酷，我一定会把它拿回去挂起来。都不是玩涂鸦的呀，就是乱玩呀，就错了也其实没有无所谓。你看他们都挺开心的。自由不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我们就是要聚起来玩。好玩。意志力，就摔倒了再站起来，勇往直前。做一个很难的动作，哇，那感觉是平常人所不能感觉到的。Hello， 大家好，应该是这样吧？还是，我叫丹增纪美，今年是37岁，然后我现在跳街舞的话，应该有20多年了。开始，来玩吧。Cyber 就是围圈跳舞，就是音乐一放着这个点我想跳我就冲上去。
其实街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很随意、很放松，它不会给你很多这种非常固定的模式。我们想突破一下，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西藏 DCB 街舞大赛是武藏王朝在2008年创办的西藏最权威街舞大赛之一。但曾静美说，街舞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西藏的另一面。有些人就是觉得西藏就是美景呀、传统呀、转经呀，就是跟潮流根本就搭不上，很少会以这种比较现代化、比较时尚的东西去说西藏。但是我们一出现，一群年轻人用最时尚的街舞来表达我们西藏本身的东西，那种冲击感肯定是很强的。我叫错母，然后我现在在拉萨成立了一家咖啡店。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高原咖啡实验室，为西藏咖啡做处理。从2018年至今，错母在拉萨开了4家咖啡店。作为西藏首位国际咖啡品鉴师以及中国咖啡冲煮大赛的认证评委，他非常关注当地整个咖啡行业的发展，并因此成立了高原咖啡实验室。现在出锅，这一锅我们烘的是一只日晒的巴西豆，然后一会儿我们还要烘一锅哥伦比亚的米卡巴庄园的艳阳日晒桂夏。错母在店里种植了一棵盆栽咖啡树，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能喝到西藏产的咖啡豆。后来他偶然得知农科院在试种咖啡并且成功了，于是错母开始去沟通努力，部分墨脱的试验种植区被保留了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藏第一批的这个咖啡豆。然后我们整个咖啡豆的话是用5.5公斤的鲜果，最终只有300多克的生豆出来。这个300多克我们分成了7个批次去寄给业内比较大咖的这个烘焙师，让他帮我进行烘焙打样，然后看一看这个西藏生长的咖啡豆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错母把7个批次之一寄给了2019年世界咖啡烘焙大赛中国冠军陈胜豪。Hello， 你忙完了？喝了。我觉得那个整体跟曼特宁有点像，但又在风味上区别比较大。而且甜感跟干净度还是有保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挑的比较仔细。醇厚度跟甜感度还浓度调性比较强，不知道那种。错母也积极在当地推广咖啡文化，他时常在店里举办专业的咖啡品鉴会。偏手，像杯测赛会有的一个步骤，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喝出处理法的区别。对，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是那杯艳阳日晒了。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吗？罗布斯塔。对，第一个是罗布斯塔，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再喝一下，确认一下罗布斯塔的味道。
们去那个冲赛康市场买一点奶渣跟酥油，然后用来做拉萨拿铁的。我们发现本地的这个客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慢慢会觉得说，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媒介，想把这个本地的文化跟一些新的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后推一推试试看。像青稞冷萃，像拉萨拿铁里面还有奶渣跟酥油。错母说，这些本土化的尝试效果都不错。就整个人口数量来说，拉萨的咖啡馆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400多家，氛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自己也希望长长久久跟着这边喜欢咖啡的朋友们慢慢成长。现代舞这一块西藏其实做的人特别少，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我的名叫索朗卓玛，是滇萨剧团的一名成员，也是嘎斯茂舞蹈工作室的创始人，也是一名自由舞者。它有些都结块了。这次新的尝试是我们用土嘛，土元素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凝聚力的一个作用，然后刚好在土里头跳舞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尝试的。过程が单字してた。单字这样啊。我是从10岁开始，然后去到重庆，然后中专生活，然后在成都，然后上大学。那时候开始学习跳舞。12年的舞蹈生涯，大学毕业，索朗卓玛和初入社会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在稳定的生活和追求梦想之间挣扎着。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考公务员吗？本身女孩子嘛，她们可能想的是，考上公务员，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好好的，然后开开心心的。之后在拉萨这边留了1年，但是那个工作经历呢，是跟我自己的本身专业是不相关的，可能整个气氛都比较沉。经历了这1年的思考，索朗卓玛还是要继续跳舞。我要辞职，然后去学习。辞去稳定工作后的索朗卓玛，考取了法国国立梅特纳公立音乐舞蹈学院塞尔迪普雷学习现代舞专业。我待了4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会就是要求我们就是尝试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叙事的空间，去发掘就是自己的特质，并且把它给放大，不停地去突破自己。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很自由的表达，不停地突破自己。法国4年给索朗卓玛带来了新的方向，他想回来做点不一样的东西。回到拉萨的第1年，就与志同道合的2位朋友一起组建了滇萨剧团。滇萨剧团，滇萨就是希望有一个用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更多的是用肢体去表达，给大家展现一些新的东西。现代舞这一块，西藏的其实做的人特别少，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不理解，就是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或者要这样去跳，大家的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整个剧自我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一部分的话，可能一直都是我在对抗，或是可能我就是在自己的心中比较躁的那个人。然后最后第2段，然后弦乐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会慢慢和解这样。就是我与我的一个对话。
种方式的话是第一次，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把一些新的西藏的一些艺术，就是当代这一块的东西，然后用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然后去把它展现出来。然后跳完的时候特别搞笑，然后发丝，然后鼻子里头、嘴巴里面、耳朵里全是沙。我觉得这个沙图就是我们自己的妆容。舞剧的名字是根据早期喜马拉雅文化对藏文数字舞及阐释及大意。作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起，以平等性和前进。我不知道他们的表演是不是即兴的，反正我是很即兴的在看，就每一刻的感觉都在有变化。我觉得艺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给我们很多灵感吧。尝试，我觉得尝试很重要，就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你每天就是它跳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场域给的空间的那种感觉磁场又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反馈都挺好。为了教授孩子现代舞，索朗卓玛专门开设了一间舞蹈工作室。我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名字也是卡尔苏嘛，在藏语当中，苏木就是迎接每一位就是喜欢舞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喜欢艺术的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很 open、很开放的一个地方。以前那些舞蹈的话，我都是从手机里学的，没人教。在这里学的话，1年多了。那1、2、3、4不动，然后2次。因为他平时对我们很好，我觉得会一直练下去。很庆幸还是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肯定难嘛，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顺，但是毕竟你不顺的过程当中，还是在绕着你自己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上面走嘛，所以这是个我觉得我真的是个幸运体。Drivers on the buses, tickets please, all day long. 我喜欢听故事书。我们就是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这种阅读内容。Good morning. 每个周6早上，珠穆央吉最喜欢的活动就是跟着妈妈去诺诺童书屋听扎次老师讲故事。我喜欢听故事书，我最喜欢今天讲的一个下雪天。喜欢周6来，因为扎次老师会给我讲很多故事，还可以做手工，还可以交朋友。扎次是这家童书屋的创立者，也是小朋友心中的故事大王。我们从18年就是周6上午的诺诺绘本之旅，就是给孩子们用藏语、汉语、英语讲故事，然后做手工。哎呀，长颈鹿加个인지는 흔들려고 그래. Giraffe. He was too tall. Let's go. Let's go. Slow.
slow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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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我要踮起来，脚要推进。我是学习国际贸易的，我觉得教育挺有意义的，然后就进入教育里面的这个教培行业。最初是给孩子做这种有声故事嘛。这边的小朋友晚上睡前需要有这种就是睡前的故事嘛，但是没有藏语的睡前故事的这种资源，那我就开始做这个线上的藏语的这种睡前故事资源。18年到19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了1年的访问学者，接触到了大量的这种优质的绘本。回来我在想，我要做一些藏语的绘本。扎子从此与绘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目前累计的话，已经出了20本藏语的绘本，然后这个里面有从国外翻译的，也有从国内的汉语的绘本翻译的，然后也有我们自己原创的。绘本里的内容虽然精彩，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西藏的父母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教育方式。因为之前我们的老一辈可能接触这些的机会不多，所以现在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对小孩来说的话，然后打开了电子世界以外的那个图书世界，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藏语绘本在拉萨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认可，这也让扎子对此有了信心和动力，想要把绘本带去更远的地方。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因为其实像在城市里面，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会去找一些自己的资源，但是更偏远地区的孩子，他们可能家长还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我们都非常乐意去做一些支持。这次我们去江孜的话，差不多4、5个小时就能到江孜。小伙子嘞！小伙子，今天来一站。好，我说，哎，当年不认得，俺是年不认得。过大崩吧，别莫刚被怎么，别莫刚被怎么，过大崩吧，别莫刚被怎么。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希望能够给未来的藏族孩子们能够留下100本，我不知道200本、300本多少本，就是非常精美的绘本。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梦想吧。一起去就是碰撞一些新的东西，我就尝试就是离观众很近的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演出方式。这个城市的多元化，这种包容性，给了很多这种机遇。我们在拉萨也可以喝到全世界各个产区的豆子。后面看着我做的东西，他们就慢慢改观呀，没准以后会做到很好，对吧？我能够让很多孩子，很多藏族孩子从小喜欢阅读，不管是藏语书、汉语书，任何书，他喜欢阅读，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成了。